位中午好，今天是2020年4月2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人间四月天，羌塘万物苏。近日，那曲市在色尼区那曲镇欧玛廷嘎村举行2020年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仪式，标志着那曲市今年的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正式铺开。4月的藏北那曲乍暖还寒，但那曲镇欧玛廷嘎村党群服务活动中心里暖意融融，热情满满。近100名群众、学生、僧尼、国企职工代表齐聚一堂，参加那曲市2020年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农牧民群众代表、学生代表、僧尼代表结合自身实际，分享交流参加四讲四爱的收获和体会。我们这些中学生切记四讲四爱内容，用实际行动来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努力学习。中国培养中心一党和演绎，老中的学过能动党，这一届了足够热了个，我同他就那个写了东西那个，没去工会这个了，共产党没了肯定了共产，看见我国他这个心里我也写的赢。启动仪式上，那曲市委书记敖留全围绕第一讲讲党恩爱核心内容进行了示范宣讲，并要求全市县乡村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带头宣讲，广大农牧民骨干宣讲员要发挥骨干作用。中国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大家、带领全国人民创造出来的。西藏的发展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关怀下，我们才能得到的。活动现场，那曲市为宣讲员代表发放了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宣传提纲、脱贫攻坚政策宣传手册、宣讲提纲等。色尼区艺术团与群众演员携手带来了中国制度创造世界奇迹、文明校园我的家、草原魂等精彩文艺节目。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开展3年来，那曲市高位推动精心组织、真抓实干，最大限度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群众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王朝阳一流的也同堂，我不能就来教是就比历经陆说了同前堂，最后这比西方冷了的，你只看到解决营。那现在这个人也落用起来个，这个没上路个道理，小些个这些这的，当个个人错了的，当个个人的我学的忙一个道理，厉害厉的，我把说句个道理，好像个也好兄弟嘞，没当没把的，清唱个把的，营养创造个把了，听的戏剧考虑个道理，这个长大朝天戏剧里，你那这了，我们让人个想法太大不大了。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的巩固之年。那曲市将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切实落实各级书记第一责任，切实发挥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职能作用，切实发挥农牧民宣讲员骨干作用，切实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不断在精讲深学、查短补弱、建章立制、评先评优上下功夫，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不在统筹协调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进一步在宣讲上下功夫，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进一步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总结活动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固化活动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疫情难阻书香，阅读润泽心田。昨天是第25个世界读书日，我区以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广大读者畅游书海，共享阅读。2020年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举行，现场宣读了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倡议书。参加活动的各单位、各部门代表在建设书香西藏、助力小康社会主题横幅上签名。书店也同步开展了优秀出版物让利展销活动。
我们有6个直营店，所有的这个店都要打85折，让利给读者，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西藏，倡导广大的读者能够读好书、善读书、好读书，通过阅读让读者广大的市民更好的获得知识，提升自己，开阔眼界。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前来挑选图书的读者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购买心仪的书籍，为自己选购一份读书日的诗意礼物。今年活动很丰富，而且多半是群众参与性比较高的一些活动，有时间多在家看书，培养一些良好的习惯，然后提升自己的一些个人气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自治区图书馆也迎来了一批读者，通过消毒、测体温、登记等一系列防疫措施后，普琼走进图书馆，准备徜徉书海。我等了好长时间，终于开馆了，就过来学习。大家也都说读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嘛，我的爱好是读书嘛，读书使人心情平静啊。自治区图书馆的开放满足了不少读者阅读的需要。为做好疫情防控，图书馆制定了应对突发事件预案，还专门设置了临时隔离点，每天限流100人进馆。为迎接423世界读书日的到来，图书馆还以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线上线下结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孩子比较喜欢看绘本，我们经常到图书馆来借一些绘本给孩子阅读。图书馆的这个工作人员还很暖心的给我们送了玫瑰花和书籍，对于倡导阅读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的活动是线上的活动居多。我们的广大读者朋友呢，也可以关注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在此倡议大家呢投入到阅读的行列当中来，真正把阅读呢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来看一组区内简讯。为提升人居环境，拉萨市自2009年起开始一街一景整体构建。目前，城区道路已完成11条道路一街一景的整体造型绿化提升工作。改造完成后，拉萨市城区将全面实现一街一景全覆盖。近年来，日喀则市教育事业实现均衡发展，5个100%目标全面实现，教育3包及营养改善计划物资统购统配，日喀则城区学校管理体制改革有序推进，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8.7%。目前，林芝市已实现7县区电商扶贫全覆盖，共28家企业或合作社入驻各类电商平台，线上上架产品70余种。今年以来，已为农牧民群众实现销售收入20多万元。今年，纳曲市将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水平，推动各县区艺术团排练场所实现100%覆盖。力争在6月底完成村级文艺队建设，并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记者从拉萨火车站获悉，5·1期间，青藏集团公司将加开拉萨至西宁、日喀则方向临时旅客列车，以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来看国内消息。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负责人表示，随着一系列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1季度主要工业指标出现较明显改善。1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8.4%，其中3月份下降1.1%，降幅比前2个月收窄12.4个百分点。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月份有16个行业实现增长，其中15个行业增速由负转正。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25.2%，比前2个月收窄6.3个百分点。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2月份35.7%回升到52%。在产业发展方面，1季度集成电路、自动售货售票机、电子元器件产量分别增长16%、35.3%和16.2%。3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9%。截至4月21号，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复岗率分别回升至99.1%和95.1%，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来看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昨天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2年底。原则上，2020到2022年补贴标准分别在上一年基础上退坡10%、20%、30%。中国人民银行消息，央行4月初为湖北省调增了2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额度，增量额度下达后，湖北省已有74家企业获得优惠贷款，共计24.59亿元。昨天是人民海军成立71周年，71年来，人民海军从小艇到巨舰，从黄水到深蓝，随着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训练逐步常态，海军转型步伐加速推进，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正在加速成长。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我国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实现较大进展，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缩短至4.5个月，接近相同制度下国际最快水平。商标变更、转让、马德里国际注册等业务审查周期均同步压缩。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3号，纽约州州长科莫召开每日疫情记者会时表示，纽约州新冠肺炎入院病例继续下降，但22号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仍有438例。科莫强调，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在今年秋天开始迎来第二波爆发。科莫23号说，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在今年秋天开始迎来第二波爆发，到时候再加上流感季到来，新冠病毒及流感的检测治疗压力将会让美国的医疗系统再次面临重大冲击。科莫当天表示，纽约州已经在全州19个县市的40个地点，用2天的时间，对3000名曾外出购物的人员进行了第一阶段新冠病毒抗体测试。结果显示，其中13.9%的人员抗体测试呈阳性，即感染了新冠病毒并产生了抗体。科莫表示，根据当前的初步数据来看，大约270万纽约州居民可能已经感染新冠病毒，且新冠病毒的病死率比部分预测要低，大约为0.5%。纽约州政府还计划扩大对非裔及拉美裔社区的检测，并对疫情爆发严重的养老院等展开调查。纽约市定于23号开始在人口密集的公共房屋、少数族裔区域扩大检测。23号，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以及相邻的马里兰州州长霍根、弗吉尼亚州州长诺瑟姆向美国联邦政府递交联名信，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以上3个地区的联邦政府雇员保持在家远程办公，避免新冠病毒感染风险。根据西班牙卫生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中午，西班牙累计新冠肺炎确诊达到213024例，累计死亡22157例，24小时内新增确诊4635例，新增死亡病例440例，两项数据再度出现小幅回升。西班牙卫生部应急与预警协调中心主任费尔南多·西蒙在2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过去24小时内进入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增幅为 0.8%， 入院人数增幅为 1.2%。过去24小时内新增的血清检测出的早期感染病例有1656例。西蒙指出，检测数量增加后，感染的比例低于预期，这意味着疫情发展要比想象中更加乐观。西班牙第2副首相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当地时间22号晚上宣布，14岁以下未成年人在家人陪同并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可以在离家1公里的范围之内活动，每天限制时长为1小时，同时需要保持社交距离。西班牙卫生部将在未来几天内颁布未成年人出行指南。西班牙卫生大臣萨尔瓦多·伊利亚表示，政府已经通过了限制口罩等医护用品价格的法令。在疫情最严重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政府宣布将暂停从5月至10月之间所有因法定节假日举办的大型聚集活动。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毛毛 TV 微信公众号西藏卫视家。感谢您15分钟的陪伴，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